根据着农业部的统计，2023年台湾的流浪狗有18万只，各地头的收容所也拢无空间啊。彰化县中度流浪动物收容中心的志工举办体验活动，邀请民众做伙来并收容所，也带这狗仔去散步，希望透过甲人的互动，互狗仔社会化，增加认养的几率。有人负责录饲料鸭仔、洗狗人仔，另外遮嘛有志工咧帮狗仔洗身躯。这是彰化县流浪动物收容所的志工自发性举办的活动，希望把环境整理清气，互狗仔会当住了较舒适。咱收容所的员工其实足辛苦的，咱遮差不多有200只狗，问题咱有3员工尔，逐工来因家扫因的大便，甲饲料。下早一届，下晡一届，都无啥物时间，互因去做另外的代志啦。所以，阮这一日之工就是来帮助辅助他们。除了摒扫环境，志工嘛会带狗仔散步。志工表示，狗仔若带入收容所，大部分的时间拢伫人仔内，所以出来走跳散步，透过甲人的相处，互狗仔社会化是真要紧的代志。就是这边的狗狗其实都很乖、很亲人，所以想更努力让他们可以出来社会化，然后被大家看到。我以后嘛是有可能会饲狗啦，就是先来遮做志工看卖，讲的就是先一个体验，安尼嘛我嘛较知要创啥，我嘛较有准备，才会使决定我当要饲尔。彰化县流浪动物收容所的志工体验活动已经举办10多档，因表示，即阵参与的人愈来愈多，大家拢真热心斗骹手，期待透过活动，互更较侪人了解流浪动物的处境，提升动物保护的概念。记者杨淑晴彰化报道。